1到38节，新约使徒行传第20章17到38节。和合本圣经在194页，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，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来了，保罗就说：你们知道，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，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，服事主，凡事谦卑，眼中流泪，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。你们也知道，凡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，或在众人面前，或在个人家里，我都教导你们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甚迫切，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，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，所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。我却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，证明上帝的恩惠的福音。25节，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，传讲上帝国的道。如今我晓得，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。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，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，罪不在我身上。因为上帝的旨意，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，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，也为全群谨慎，牧养上帝的教会，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。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。我爱惜羊群，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所以你们应当警醒，纪念我3年之久，昼夜不住的流泪，劝诫你们个人。如今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，这道能建立你们，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未曾贪渎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35节，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人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有福。保罗说完了这话，就跪下同众人祷告。众人痛哭，报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。叫他们最伤心的，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。于是送他上船去了。以上。这时请陈建岳牧师来讲道。陈牧师是高雄右昌教会的主任牧师。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成长教会3部曲。成长教会3部曲。各位长子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好不好？你用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胸前，跟我说：因为耶稣，我更美，更好，更健康，更有用，更敬虔，更知足，更荣耀，更蒙福。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。我们的福气有多大呢？比天还要大。我们的福气有多少呢？比地上的万物还要多。因为天地都要废弃，唯独神的爱永远长存。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，就是得着神的爱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但是爱是最大的。有一天，信、望、爱合而为一。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，唯独爱，不需要信心，不需要盼望，那里是充满着信心，充满着盼望。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来服侍他。我们今天早上神的仆人有幸在我们迦南教会
社教60周年、50周年的时候，能够受邀来这里跟大家分享，是因为我们敏哲长老的父亲呢，士林传道，跟我在高雄，他彼此比较认识，我们一起去韩国参加禁食祷告，所以在那推荐让我有机会来跟我们分享。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下午，那今天早上我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就是成长教会的3部曲。要建造一个教会当然不容易，好像要建造一个国家不容易。新加坡刚刚去世的，他们称为国父的总理就是李光耀总理，他要建造新加坡的时候，他想说他怎么样建造新加坡。后来他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，要跟他的国民来阐述他要怎么样建造新加坡。他用1、2、3、4、5，希望每一个国民娶一个妻子，好，不要娶2个，好，这样会吵架。生2个儿子，那时候是2个恰恰好。新加坡弹丸之地，太多人真的不行，好，小家庭，然后拥有一个3间房间的一个房子，所以他们的国民都政府盖很多的房子，他们都可以居住。盼望每一个家庭有一个4个轮子的车子可以代步。新加坡不大，很方便，当然现在地铁更方便了。盼望1个礼拜他们的国民能够赚500块的美金，500块。现在新加坡当然不止啊，当然不止1个礼拜500块，1个月就是2000块。倘若用30块的美金来换算大概就是6万块。现在新加坡当然是不止如此了，但是对我们台湾来讲非常羡慕啊。现在22K 啦一大堆了他用这样简单，就是要来建造新加坡。我在右昌教会，我也是听到他这样的一个方法，我也用1、2、3、4、5要来建造我们的教会一就是教会要一心，一心就是要同心，同心合意，恒切祷告，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。教会就是要同心，教会不同心，教会当然不能复兴。一个家庭也是要同心，夫妇都同心，这个乌土会变黄金。一个教会倘若能够同心，这个教会一定能够复兴。保罗对那个腓立比教会的那2个姐妹讲说，你要劝他们要同心，2个人不要争这个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恩赐都不同，你做的有你做的一个特色，他做有他做的特色，也不要一比较嫉妒，开始会竞争会纷争，所以要同心。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。2就要双福，双福就是要给人福利，给人福音。教会你要传福音给人，你就是要给人福利给人福音。我们教会过去都做很多社区的工作社区的服事，社区的服务，这个就是给人福利。长老教会过去也是曾经说我们应该要社区营造，很推动社区的事工。但是倘若没有给人福音，这样的福利有用吗？当然没有用。你要钓鱼给他吃，还是他让他帮助他能够钓鱼？一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福音，他得到耶稣基督，他的生命会变成更美更好，他会更健康更有用，他会更敬虔知足，他会
更蒙福。一个人生命改变了，他的家庭就改变了。所以不仅要给人福利，还要给人福音。今天教会要给人福利的方式比较容易，但是要给人福音，就是教会真实要每一个人就是成为一个福音，生活有见证，而且对福音非常的有确信，很有把握，能够向人传讲福音。每个人都可以传讲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遇到我们可以传讲的对象，我们就能够向他们传。这个是双福，两个福就是给人福利，还要给人福音。三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三不五祝福，就是要大人的祷告、大人的关怀、大人的行动。今天你没有祷告，你要光去关怀给他好处，你没有办法带领这个人信主。你要为他祷告，他背后拦阻他的黑暗权势要松开，那个人才有可能来接受福音。你还要有行动，而不只是关怀祷告了，还是要采取行动，要带领他节制。所以我们教会通常都是你要设定对象，你要带导，你要关怀，你要把握机会带领他节制，后来进入栽培。上礼拜我去恒春生态农场有2天的休息跟一个牧师同伴去。我们去那个地方刚好碰到那个厂长，我们就去跟他聊天。他说喝茶，我们就跟他喝茶。其实目的就是要向他传福音，跟他谈了很多。我是很容易跟他做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对话、人生的对话，各方面都可以讲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这个同伴的牧师是一个传福音的人讲到切入重点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带领这个人节制，因为这个人礼拜四要签一个合约，他土地要买卖他要卖4亿，人家要出3亿8千万，他为这个事情这个土地他不愿意放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那人有需要的时候，人真软弱的时候，就需要有一个超越的力量来帮助他。我们抓住了机会跟他谈的时候，带领他节制信主，而且为他祝福祷告，求神能够帮助他，这个土地能够卖到合适的人，能够有合适的价钱，将来有合适的用途，他对这块土地非常疼惜。我们要有行动。第4个就4个轮子，美丽的人生需要有4个，这个车子倘若气不保足，4个轮子有一个漏气，这个车子不能开。我们美丽的人生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可以承载。4个人组就是人的身体、人的情感、人的关系，还有人的灵性。一个健康的人不只是身体健康，在牢里面的人孔有力的很多，但是他情感不健康，他关系不健康，他灵性不健康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要有4个轮子。一个教会要健康，也是要有4个轮子。这个教会要有敬拜祷告的动力，没有敬拜，没有祷告，没有动力。我跟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姊妹，你要祷告来服侍，你要带团队来服侍。没有敬拜，没有祷告，祷告就是让我们遇见神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高举主的名，让神的荣耀充满，我们能够向他降服，我们能够听见他的声音。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。一个教会不敬拜祷告，这个教会不可能成长，这个教会不可能复兴。第2个，要有门徒训练的根基，这个教会要训练。我们长老教会太多礼拜的信徒，大家认为能够来做礼拜不错的，有的人还不能来做礼拜。是我们对能够守主日的人是很棒的。我曾经讲过上帝儿女8福，当然一个就是你要守主日来蒙福守主日的蒙福。
韩国的信徒都知道，信徒蒙福的管道就是要从上帝的话语来蒙福，要从教会来蒙福，要从神的仆人来蒙福，他们都非常的清楚。我们要守主日，这是很好，但是今天的信徒要让教会能够成长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祷告，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，每一个人都能够愿意受装备，受门徒训练。感谢主，我们又上教会到2009年比较正式开始有门徒训练的课程。那个课程训练之后，发现教会真的有一个很大的提升。我们受洗的人数就从来没有少于60个，都是60个以上到100个有门徒训练，那个小组才有根基运作得更好。那第三个，这个教会要成长，就是要有小组牧养的一个方式。小组牧养是一个最好的方式。我们渴慕教会成为一个大型的教会，成为万人的教会。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转型成为小组牧养的方式，这个教会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今天的长老教会很多想要教会成长，但是其实人最重要就是观念，人要改变接受新观念不简单，但是要抛弃旧观念更难。长老教会非常长久以来的团契的模式，是一个放不掉的包袱。我们小组也是团契，但是团契运作的模式，绝对是不能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大型的教会。小组的教会牧养方式是最好的，是最好的。哪一个教会不进入小组牧养的方式，他要再突破更大。只有一个教会是成长最好的，台北信友堂，但是还是限制在那里。那个教会主日学的老师有170几位可以教了，问题有没有这么多孩子让他教？这个教会很可惜，他的人才济济，他的能力很大，但这个教会就是不能扩展，因为他运作的模式就是如此，就是如此。今天长老教会很可惜，大部分都停留在那个阶段。我在高雄，我看到我们高雄最大的长老教会德生长老教会，他的问题在哪里？没有转型成为小组教会。一个武昌教会以前是不到他的一半，现在武昌教会是他的礼拜人数是他的3倍多，而且奉献是他的3倍多。没有几年，没有几年。各位，我讲的都是白话。教会非常固执，教会非常顽固，教会旧的模式习惯了都不愿意改变。我只要改变是困难的。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习惯在那个舒适圈，刚才讲那个亚伯兰那无耳的舒适圈，他就不能进入他应许之地。很多人都在舒适圈里面，不愿意改变。其实改变没有那么困难。我在右上教会，我们教会有一个问题，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的妇女圣歌队年纪有一点大，他们都盼望年轻人进来，奇怪，年轻人都不进来，年轻人当然不进来啊。有的是她的婆婆在那里啊，婆婆跟媳妇在同样一个圣歌队是怪怪的啊，总是怪怪的啊。但是她也不愿离开啊。我们小会做一个决定，就是说60岁要离开妇女圣歌队，但是给你5年的时间，可以，你还可以留，还可以最多留5年。但是到了65岁，对不起，我们会办一个欢送会啊，会欢送你，会送给你一个纪念，请你到松联圣歌队很需要你。我们规定，真的80岁以上的我们的长辈不要再参加松联圣歌队了，因为晚上或是说他常出来是危险的。他应该好好祷告，这个服事应该可以停了，留给其他人，所以不会说做不下。真的，我们一改变之后，当然有1、2个不太高兴，是必然的。他叽里咕噜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反应啊，感谢主。后来他也习惯了，他说我不唱了，但是后来还是喜欢唱歌就喜欢唱歌，这个服事他还是很喜欢。后来
一阵子的挣扎之后，后来他也真的是去松联圣歌队。他现在不是服侍得很快乐吗？所以我们的妇女圣歌队年轻化，年轻化。教会是一代接续一代，所以小组牧养的方式是非常好。最后一个就是有国度宣教的意向。这个教会不宣教，这个教会没有未来。因为宣教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是我们要做的事。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宣教。倘若这个教会不宣教，这个教会已经没有存在的目的了。一个能够宣教的教会，就是进入上帝心意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就能够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向前。我们现在所连结的在新加坡的这个教会，就是三一基督徒中心。这个教会从创设到现在，跟不上我们嘉南教会，大概是30几年。这个教会现在做礼拜人数是7000多人，7000多人，是从一个宣教师接手之后建造起来的。这个宣教师真是伟大，他建造这个教会，后来接给一个本地的很年轻的同工。现在教会成长到7000多个，他们3月份的时候都是要宣教奉献，全教会从4岁开始教导他们做奉献。今天我们教会要成长，就是要有文化，文化最好的就是从习惯。你知道我们的习惯会成为我们的思想，会成为我们的行动，成为我们的习惯，成为我们的性格，就决定我们的命运，就是文化。忍受文化的约束非常严重。你要你教会能够代代传承，小时候的时候你就给他要有养成很好的习惯。礼拜天不要让他赖床，还是一定要到教会来。他要奉献，奉献不是长大叫他再奉献的，很难学习的。我们教会没有所谓的约定奉献，就是11奉献。约定奉献是自己规定的，不合圣经的教导，改掉了。11奉献，你要教这个孩子11奉献，从小培养才可能。长大之后太困难了，太困难了。有时候他太太未信，先生未信，为什么奉献那么多？开始有很多的争吵，当然不要造成家庭问题。从小养成的习惯，他不用太困难，不用太困难。4岁以上开始做宣教奉献，没有人质疑说为什么要宣教奉献，没有人质疑。这个教会也不要牧师在那边大吹大擂，哇，我们要来宣教，我们要宣教奉献，请你能够奉献。他们只是把他们做了什么样的宣教，现在什么需要，我们有什么可能的方式，我们可以来参与。那个教会一次的信心的认献就是2亿台币，2亿台币。9月份就是建堂的奉献，也是一样。那这个教会为什么这2个奉献，牧师说不能停止？因为宣教不能停止，因为教会职堂不能停止，不断要盖礼拜堂啊，所以要建堂奉献啊。我们不是我们这一代种树上一代种树我们乘凉，现在我们还要继续种树，下一代的人可以乘凉。这个教会就是用这样来建造，那这个教会就不断成长。5就是我们的教会要怎么样呢？要像家庭。现在人就是家庭支离破碎，现在最需要的是家庭。其实教会就是家庭，属灵的家。我们人有3个家，我们有自己的家，教会就是永生上帝的家，将来还有天家。感谢主，我们有3个家。那这个家庭非常重要。现在家庭功能很多被破坏，今天的教会就是要有足够这样的功能。第2个，教会要像医院，很多人受伤的人，不只是身体有病人要来祷告，身体受伤的到教会要得到医治。敬拜的时候、祷告的时候，有人鼓励、有人扶持的时候得到医治。第3个，教会要像学校，就是要装备、要训练，每一个人要受装备、受训练。今天
比较复兴的教会就是如此。我们这附近听说有荆棘教会来嘛，那这个荆棘教会你要进来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，就是要接受E1、E2什么训练嘛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被装备，所以这样的一个信徒是可以忽视的信徒。我们每一个人从信徒到门徒到侍奉者，你要成为领袖，倘若你能够全职被神使用更好，这个教会就是如此。所以要像学校。第4个，教会要像企业，企业就是有一个精神，有一个意向，有一个愿景，要追求卓越，这个企业才能够发展。今天教会要有这个精神不是说这教会反正一年复一年就是如此，很多教会都没有在改变，没有怎么样让这个教会更好。第5个，教会要像军队，军队就是要有纪律。感谢主，我在教会就开始学着这个李光耀建造新加坡慢慢去努力。当然我们做的不能说很完全，但是我相信教会要成长，就是要天时，要地利，要人和。但是人和能够创造地利，地利能够带来天使。当我们教会能够同心，我相信我们教会开始会发展。我们成长当然就是教会要定位，教会根基定好了，定位才能够就位，才能够到位。我们今天教会要成长，今天我们从使徒保罗这段圣经，我简单要跟我们分享3点。第一个就是这个教会要有一个委身的牧者，委身的牧者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，他这一段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就是跟撒母耳他最后的告别，他要离开他的职务的那个告别演说是非常类似的。好，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最佳的一个就职的演说。告别演说也是就职演说。我们读这个撒母耳，他讲说，撒母耳第12章第3到第5节说，我在这里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面前给我做见证。我夺过血的牛，抢过血的驴，欺侮过血，虐待过血，从血手里受过贿赂而眼瞎。若有，我必偿还。众人说，你未曾欺侮我们，虐待我们，也未曾从血的手里受过什么。撒母耳对他们说，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，有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，验他为证。表示撒母耳他服事是清清白白，无愧的良心。那保罗也是一样，在20章33到35，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，我这2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知道应当怎样劳苦，扶助软弱的，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，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使徒保罗是一个非常委身的好牧者。今天我们教会需要有一个委身的好牧者，这个教会一定会成长。有人说21世纪的好牧者有人说是要有圣经、圣洁、圣灵、圣功4圣全备的功能。我看了一篇文章讲说这个21世纪的好牧者就是要全方位的牧师圣经专家、教育家、智商家、企业家、音乐家、幽默家，有时候牧师还要会讲笑话因为这个有时候做礼拜太严肃了，真的要轻松一点。所以现在很多人破冰破冰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非常的轻松释放。那牧师还要成为人际关系的专家，所以当牧师看起来不简单，不容易。但是保罗
他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牧者？他服侍的态度是他凡事谦卑。他不以为说我好像我了不起，他非常谦卑在主的面前。谦卑就是虚心，虚心就是感觉是灵性是非常贫穷，我一无所事，一无所知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所用，一无所有。若不是依靠神，我不能做什么。他常常眼中流泪，为信徒流泪祷告。他服侍的挑战，他面对很多的仇敌的谋害、试炼，但是他靠主站立得稳。他服侍的方式是什么呢？他为了信徒，对信徒有益的，他没有一样，他不跟他们说。他不是像中国功夫都留一手闭起来哈。我能够跟你们讲的真理就是这样，我坦白的跟你们说，实实在在跟你们说，他对未信的人，他就是要向他们传福音，能够证明向神悔改，信靠我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要向他们布道传福音。对内就是造就，对内就是布道。今天教会对内就是要建造，对外就是我们要内造，要外展。你不内造就不能外展，你要外展就是内造。你要给人福利，当然你不能传福音，就是做的工就是白工。我们他服侍的决心就是不以性命为念为宝贵，为了要尽他的本分。他的品格就是他清清白白，他有美好的榜样，他就是牺牲，他就是付出。各位，保罗。我们知道，他不只是一位神学家、讲道家，其实他是一个牧者。这个牧者是非常重要的。牧者他至少有4个角色，他要当君王。君王就是要供应粮食，我们要供应灵粮；我们要成为战士，要保护羊群；我们要成为朋友，我们要陪伴羊群。我们要成为师父，就是要门训，要教导。使徒保罗是一个牧者，是不是现在讲的全方位的？可能不至于，但是他真的是知道他从神来的呼召，他学习主的样式，他怎么样去牧养他的羊群。所以你看，当他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再见面的时候。他们说，他们最伤心的就是将来不能再见面了，跟他拥抱，跟他相吻，就是要离开了。保罗是一个充满爱的牧者。何用领宣教士，他以前在带外国敬拜赞美，因为要征战，他是战士，但是他现在经历过人生很多的患难，现在他开拓教会了。他跟我说：“我现在不是战士。”我现在是牧者，不只是战士，他是牧者。使徒保罗是一个牧者。今天教会就是要有一个有爱的牧者，愿意生根的牧者，愿意埋在这里的牧者。有爱就有羊，有爱就有同工，有爱就有团队。拥有团队，你就是赢家。在教会里面，最重要的是爱。有爱可以让山羊变成绵羊，让稗子变成麦子。倘若没有爱，山羊走了一只，另外一只会再来。今天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没有仇敌，唯独爱。我非常欣赏那个世界3大男高音有一次有人在访问他，故意要稍微挑拨一下他们哪一个最厉害。但是那个多宾国在音乐的国度里面没有什么样的对立，或是说高低，唯独爱。在上帝的国度，唯独爱。今天教会需要有一个委身的牧者，这个牧者就是神所设立的，他有领导力，他愿意付代价。这个领导力就是影响力。我简单讲一下这个10个领导力10个领导力就是他有权柄。有人说，3流的领袖靠自己的能力，2流的领袖靠别人的能力。
但是一流的领袖是完全依靠上帝的能力。成为一个领袖要依靠神。第二个要有信心力，就是要有属灵的分辨力。我们要听见神的声音，能够分辨从世界来的声音还是神的声音。第三个要有代祷力，代祷力非常重要。耶稣就是代祷，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代祷的牧会，代祷的牧会，祷告的牧会。今天弟兄姊妹也要为牧者祷告。第四个就是这个领导力，就是灵性力。倘若我们不跟神常常亲近，我们会忙碌到忙一忙就是看不见的。比尔盖茨说：“忙快，但方向要对。忙快，但方向要对。很忙很快，方向不对了，哇，惨了！今天我们要当马大，也要当玛利亚，也要当学习玛利亚。第五个就是榜样力。”要有榜样，今天教会的领袖要有榜样。甘地有一次一个妇人带了一个小孩子来找他，拜托啊，大师啊，你帮我这个孩子教教他，让他那个吃糖果的坏习惯他牙齿都掉光了，能够改掉。这个甘地好，我愿意帮助你，但是你1个月以后再来，1个月以后再来。那个人说奇怪，这个老师怎么那么挑染？现在就可以教他，为什么要1个月？结果他真的1个月以后再来找甘地，甘地就开始教他。那个妈妈说：“老师，你为什么要等1个月呢再教他呢？”他说：“那个时候我跟他坏习惯一样。”因为我也是在吃糖，我这个月就是把我这个坏习惯改掉，我不改掉，我怎么能够教他呢？第6个生命力就是领导力，就是生命力。今天我们要让一个人活起来，或是死掉，是安息日是要救生命，要害生命。今天我们让人是要走进教会，还是要离开教会？一个领袖，我们要。我说要做对的事，要做好的事，还要把事做得活起来，做活的事，不要做死的事。领导力就是热情力。昨天我讲过，上帝在我们里头，你一定有热情，有热情才能够成事。共产党的毛泽东，他就是有共产的梦；可口可乐的老板，那就是充满可口可乐的梦。今天我们被什么梦充满？今天神都充满我们，我们对迦南已经有迦南的梦。第9个就是称赞力，称赞非常重要。我现在讲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圣经里面的10诫，这10诫我没有办法这么详细的讲。那这10诫，称赞就是一个加分的教义法。丈夫称赞妻子，妻子会变成皇后；妻子称赞丈夫，丈夫会变成小孩。称赞一定会使人改变，称赞一个愚昧的人，他会变成聪明。要有称赞力。最后一个就是要有肯定力，要肯定肯定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是有价值的。我们不要跟人比较，我们不要羡慕别人所有的。神给我的最多，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那现在因为时间很短，我讲我们除了要有好的牧者，要有好的同工、好的团队。保罗他就是能够训练工人、门徒，带领团队。很多长老跟随他，很多信徒跟随他。他在安提阿教会，他就有很多的装备，所以他们有团队可以出去宣教。弟兄姊妹，要有神设定的仆人，要这个在下集我们那个抛 PPT 好，就是要有生死相识的勇士，要有喜乐服侍的同工，要有顺服权柄的领袖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我们都羡慕教会很大复兴。我举2个教会的例子。
台北灵粮堂之所以复兴，他们认为有2个原因，一个就是有神设立的仆人，第二个就是他们同心合意兴旺福音。他们讲说 ，no minister, no ministry， 没有牧者就没有侍奉，没有事工。他们同心合意，他们开会的时候可以分享，真的面红耳赤，但是他们要祷告，要寻求。最后就是牧者要做决定，决定了之后大家都顺服，所以他们教会能够推动很多的事工。一个牧者天大的本领，倘若没有很强的长职的支持协助，他不能成就他要成就的意向。在韩国，我们知道纯福音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。其实赵永基牧师他牧会有很多的长老是了不起的。有一个林思涵长老已经回到天家了，他一辈子就是帮助牧师能够完成他的意向，所以这个教会不断能够提升。我很感谢主，我在右昌教会其实光靠我自己是很困难的，但是许多长职或是教会的同工们都非常的同心，愿意帮助领袖去成就要成就的，所以这个团队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看见保罗，他能够带领这个以弗所的教会。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最健康、最成熟的教会。他写的教会观从在这个教会写的。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有委身的信徒，这个信徒非常重要。信徒对这个教会能够委身，能够参与，这个教会就能够不断的成长。我们右昌教会，我最后讲一个右昌教会一段，我讲他们的故事哈。这个是我们第一任的牧师哈，他在写回忆的时候写教会，教会就是要回到那起初的爱、起初的热心，那个大家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要来建造教会。那时候右昌教会因为从旧城分出来，后来不简单，那个地方呢非常迷信，那个庙宇的势力非常大，教会要买土地，没有人要卖你，不准卖他。但是后来有一个很不好的地买起来了，要建堂，旁边有一个屠宰场，屠宰场很吵，教会在这个屠宰场旁边教会又好像一个低洼地，好像遗址很多的那个时候的右昌人讥笑教会，那个教会买一块地是要养鱼，就是好像一个渔翁一样的笑教会。后来教会大家同心，真的这段记载我非常的感动。他说那时候屠宰场大家经过祷告就迁到左营，他们开始划竹、搭寮、整地、印沙土、买木材、购钢筋有的人当水泥匠，有人当木匠，有人献工，有人献力。早上祷告开工，他们尽情的做，他们越打越勇，他们越做越快有的人看起来很软弱，但是做起工事很灵巧他们很勤劳，没有怨言。有人挑水，有人煮饭每一个人都参与全家出动他们有的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大家同心。那个时候在右昌那个地方看见教会，很快把教会盖起来他们就开始有一点说，我们这个庙是盖什么了？你看到这个教会，他讲一句话，右昌的那些老大说我现在用台语，我在用国语。他说讲他们的信徒说，吃饭是小餐，做事是小热，做代志是喊呱呱，去一间庙是有庙墙无庙挂，就是他们要吃，很多人都来了做事情大家都是推三阻四一个庙是盖到有庙墙，没有庙屋顶这个教会是有外延是不是其实不是，教会就是同心。各位，我们盼望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万人服侍的教会，这是我们的意向。我最后要结束，意向就是等于梦，梦减掉正确行动，
是白日梦；意象加上错误行动是噩梦；意象加上了正确行动，但是缺少了持久征战是春梦；意象加正确行动加持久征战，美梦会成真。阿们。今天我们教会有意象非常好，但是我们真的要持守这个意象，而且我们要祷告，求上帝动工。上帝动工，你不做工叫代工；上帝不动工，你要做工叫苦工；上帝不动工，你也不做工叫罢工；上帝动工，你也做工，必定成功。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我不知道最后有没有这个 PPT， 这不是这我们教会我做了一首诗，它里面没有，我忘记打出来哈。我念这首诗让大家听哈。右昌有间大教堂，里面许多小人物，小人物大故事，小祷告大神迹，人们觉得很惊奇，原来真神在这里。右昌有间大教堂，里面许多小人物，小人物大信心，小真理大启示，信徒欢喜常聚集，敬拜真神在这里。右昌有间大教堂，里面许多小人物，小人物大意象，小团队大使命，各样人才在一起，荣耀真神在这里。这是一首可以唱的歌。今天我声音不能再唱这首歌就是我们教会有一首歌，这是我们的一个精神感谢主，让我们教会能够有更多委身的牧者，能够真的愿意生死相许的勇士，好像大卫的30个勇士，好像基甸的300个勇士，好像大卫，好像那个刘备营中的那一些勇士，一起来建造教会。我们教会要有渴慕教会成长的信徒，大家愿力同心，我相信圣灵动工必定要成就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你的仆人用很长的时间分享在你的仆人身上，在右昌教会所经历过的，盼望这个分享成为他们的帮助。使徒保罗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成为好的牧者，带领好的团队，能够造就好的信徒，让以弗所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们迦南教会有好的牧者，有好的长子同工，也能够有好的弟兄姊妹一起同心来建造迦南荣耀的教会，万人服侍的教会。这个教会不断的扩展神的国，在整个大桃园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金灯台，来照耀，让神的名得着荣耀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